哎，家里还有吃的呢，还有点健胃消食片。哎呦，可别吃那玩意儿。哎，行行好呗，给咱8块钱呗。这附近是不是有个废品收购站？对，8块钱就带你去废品收购站。然后我操！哎，往哪去啊？干什么？忙什么？宏伟，什么宏伟？干什么玩意儿啊？怎么了？你干啥呀？他欠我款子，我收债啊。不欠钱你说欠钱的事儿呗，你动什么手啊你？怎么的？欠多少钱啊10万啊？10万？不，你管咱俩这样人要10万？你想钱想疯了？你写了？我写。你没有那么多钱。没钱呢？你不是有废品收购站吗？拿来抵债。不行，那废品收购站是我的。对，那怎么能拿我收购站给他抵债呢？为啥不能啊？是没那道理呀。你看我像讲道理的吗？操，不是讲道理那点儿的。不是你